Hello， 歡迎嚟到 Can Life View 頻道。今日我哋繼續澳門飲飲食食。我哋午餐先去官也街食一個非常超值嘅豬扒包，跟住我哋會介紹下澳門嘅安達士酒店，同埋做個 room tour。我哋夜晚就去咗酒店嘅葡式餐廳食個晚飯，最後我哋仲去咗食一間好有人氣嘅意大利雪糕店。開始睇之前記得訂閱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好，出發。我而家係氹仔嘅地堡街，去一間咧好有話題性、非常之人氣嘅茶檔，叫做馬交茶檔。佢話自己百年老店，還差90幾年，咁幽默嘅鋪頭，唔知食物有冇驚喜咧？我哋而家出發，就喺對面嘅。一到嚟咧，好似時光倒流70、80年代咁樣，懷舊嘅卡座啦、花磚嘅地板啦，仲有線喺玻璃底嘅一啲菜單咧，呢啲都係一啲好典型嘅懷舊嘅茶餐廳格局咁樣。最吸睛咧就係一啲玩具場，呢個玩具場咧就係佢個牆身裏邊咧放晒啲好懷舊嘅玩具，仲有啲好經典嘅80、90年代嘅電影海報，呢啲真係啱晒打卡。叫咗幾樣嘅招牌菜，首先當然啦就係呢個豬扒包啦。29蚊嘅澳幣，即係港幣啦。哇，可能我估係澳門最平豬扒包，豬扒大大塊，又厚身又嫩滑，麵包都係又唔會硬崩崩，熱辣辣，好好食。因為出邊周街嘅豬扒包咧，就算你冇座位坐都好啦，買外賣都好啦，都40、50蚊嘅至少。飲品咧，我哋變咗個港式熱奶茶、熱咖啡。奶茶咧個茶底咧都好香，口感非常之絲滑。我呢杯咧就係熱咖啡嚟嘅，哇，好香濃，非常之醒神。另外咧就係有一個招牌菜，就係摩羅雞髀飯，其實咧就係炸雞髀炒飯。而家試下個雞髀先，佢個雞髀咧佢就切咗件嘅，分咗切咗3件，咁啊唔使成隻雞髀揸住嚟食咧，咁比較嗲氣啲啦。幾嫩滑，佢雖然係炸，但係都唔係太油，好有肉汁。唔係個雞髀咧，好大隻，用個手板咁大隻，非常之香口。我中意食炒嘢、炸嘢嘅人咧，一定要叫呢個，因為佢係炸雞髀，再加呢個炒飯，好香。唔好睇佢話仲差90幾年啦，以一個復古再加地道嘅美食咧。而家呢間鋪啊，好有人氣，成日都要排隊㗎，人山人海。你見今日都見到。今日試完呢個馬交茶檔咧，哇！食物同埋環境都非常之好。環境又懷舊，又啱打卡。食物嘅價錢咧又抵食喎，又大份喎。有機會真係要值得再嚟。食完豬扒包就決定慢慢行去酒店 check in， 由官也街行上排角路站天橋，再經 Galaxy 商場行去酒店，大概10分鐘左右啦。今日嚟到澳門一間比較近年矚目嘅新酒店安達士酒店，佢喺全球嘅安達士酒店嚟講都算最大嗰幾間嚟嘅，亦都係澳門銀河綜合度假城嘅其中一個部分。今日帶大家去一齊參觀下，睇咩玩嘅咩食啊！出發！一去到酒店門口，已經有酒店職員幫你攞行李，帶你上去6樓嘅酒店大堂 check in。由酒店門口行到去 lift， 大概短短100米嘅距離，已經有3、4個嘅酒店職員同你 say hello。雖然好似有啲公式化，不過作為旅客都覺得幾貼心㗎。check in 嘅時候可以去到大堂隔離嘅安達士酒廊休息一下，飲下佢哋嘅 welcome drink。當然一定要飲下佢哋當地最出名嘅金香茶啦。我點會蝕底啊？飲翻杯先。去到 Happy Hour 時間5點半至7點，直頭有免費酒類提供，有白酒、紅酒、啤酒都有。未食飯啊，都可以飲醉啦。拍攝當日係平日，所以都唔係太多人，好快就搞掂個 check in 咯。如果你由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搭去 Galaxy 嘅專車落嚟呢邊，由 Galaxy 落車行過嚟呢度咧，有少少露天部分，大概都係幾分鐘嘅路程。而呢度咧亦都好近一個輕軌站，由呢個酒店行去呢個路氹西嘅輕軌站咧，都係講緊幾分鐘嘅啫。酒店大堂面積都算大，人潮唔算多，
感覺都好悠閒。有條設計到好靚嘅樓梯，落去睇下有咩嘢先。原來酒店基座有銀河劇場同埋會議中心，仲有可以坐到16000人嘅銀河綜藝館啊！好多演唱會都喺度舉行噶。參觀完酒店大堂，嗱臨上酒店房先。酒店就分南翼大樓同埋北翼大樓，而我哋間房今次呢就喺北翼大樓。可能酒店都係新啦，同埋衛生都 keep 得幾好。上到 lift lobby 都聞唔到酒店一般嘅地氈味。呢間標準客房嘅景觀咧非常之開揚嘅，前面一大片嘅空地，遠面有少少山景。但係呢邊咧，先啱啱聽到咧 reception 個職員講咧，呢度嚟緊就會起 Galaxy 另外一個系列嘅酒店，所以未來呢個景觀可能就變成一群嘅酒店景啦。呢間酒店房非常之簡約而有美感，仲有一張大床啊，差唔多有8尺闊咁滯。床頭櫃上面仲有個藍牙擴音器，夜晚可以用手機播下歌都可以㗎。洗手間方面咧，佢個裝修咧就以白色雲石為主嘅。另外個配套方面咧齊晒㗎啦，佢個包裝好靚啊，可以一幅油畫咁樣嘅拼圖。其實咧佢係每一個 box set 咧都係每一個用品嚟嘅，有剃鬚刀啦、棉花棒、卸妝棉、浴帽、牙刷，咁啊拼埋晒咧，就好似一幅油畫咁樣。另外洗手間嘅櫃桶嗰度咧，佢就放咗風筒同埋梳。另外個洗手液咧都係自己品牌嚟嘅，安達仕品牌嘅洗手液。沖涼嗰方面咧，亦都有 bath 啦，都有 shower 嘅。而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 body wash 咧，全部都用翻自己品牌。洗手液係一樣，房間嘅洗手間仲有一個圓弧形嘅大玻璃，去洗手間裏邊可以望翻出呢個房間裏邊。如果你覺得想有翻自己嘅私隱度嘅，就可以有個掣俾你撳，就會將佢變成密封咗噶啦。而家撳試下先。呢度就係呢間房間嘅小吧台，吧台上面咧有4支水，有個水煲，有個咖啡機。睇有3個櫃喺度嘅，第一個櫃咧就有啲不同酒類嘅酒杯啦，有咖啡杯，有啲 capsule， 有啲糖、咖啡糖咁樣喺度嘅。第二個櫃咧，哇，呢個厲害啦！佢每一間房間咧都會送一個英記嘅杏仁餅啊，可以拎走，可以現場食咗佢都得。咁有杯麵，如果你夜晚買支紅酒翻嚟咧，你可以開紅酒，因為有紅酒開瓶器喺度。最後嗰個咧就係雪櫃嚟嘅，佢唔係揭門式嘅，會有啲奶，有啲汽水喺度嘅，咁啊可以免費飲嘅。好，我哋睇個衣櫃有啲乜嘢？上面咧就有2個浴衣啦，有夾萬啦，有2對拖鞋，咁咧就係唔係用啲紙拖鞋嘅，用膠拖鞋嘅。有晒名喺度嘅，有安達仕酒店嘅名喺度嘅。好，我哋睇下衣櫃嘅下邊個櫃桶。有個洗衣袋，可以載翻呢啲污糟衫，你去洗都可以嘅，有呢個服務嘅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有個蒸汽燙衫機。呢間酒店都好多設施喎，當然最大型嘅就係行去 Galaxy 嗰邊，佢話有個8000平方米嘅天浪桃園，佢有個575米嘅激流，咁相信都幾刺激嘅。另外6樓裏邊都會有個室內泳池同埋24小時嘅健身室，以上全部住客都可以免費玩嘅。話咁快又到晚餐時間啦，今晚我哋去酒店6樓嘅安達仕廚匯食個葡式晚餐。我哋今日下晝 check in 嘅時候已經過嚟餐廳 book 定位，都係得翻6點鐘呢段時間，都幾 full 噶。今日就算係平日都已經咁爆，大家如果星期6日嚟，更加要早啲 book 定位啊！
如果你有嗌到任何嘅 main course，首先都會有幾個麵包送俾你食先嘅。因為我哋都唔係太肚餓，所以就嗌到一個頭盤、一個主菜同一個小食嘅啫。頭盤咧，我哋就嗌咗個野味啲嘅，就係白酒檸檬香菜煮蜆。呢份蜆咧就估唔到佢咁大碟啊，同埋隻蜆咧都好大隻㗎。嗰個白酒煮蜆咧，我覺得個汁咧做得好好。啱啱個職員教我哋咧，食完嗰啲蜆咧，啲汁咧可以嚟點麵包食。頭先試咗點完，真係非常之好食。同埋嗰啲蜆咧，當然啦，就完全冇沙咧，咁好滑嘅，煮得唔錯。另外咧，你嗌咗個小牛脷脊肉，係一個小食嘅菜式嚟嘅。咁啲牛咧，佢都煮得咧好嫩滑，我覺得呢一碟咧都值得推介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試唔同嘅酒類，你仲可以揀168蚊，會有紅酒、白酒同埋 sparkling wine 俾你試嘅。主菜咧，我哋就想食啲野味啲、香口啲嘅，所以就嗌咗個安達士特色辣醬烤雞，份量就半隻，同埋佢配埋薯條，薯條嘅份量都多㗎，又大條，成個薯角咁樣啊！啱啱試完佢個烤雞咧，佢個皮咧就烤到好脆，但係裏邊啲肉咧，佢仍然係好嫩滑，好多汁嘅，咬落去咧外脆內軟，仲有咧佢呢個烤雞咧俾埋呢個酸辣醬，我覺得咧好夾呢個烤雞。另外呢個烤雞咧，佢就配埋一個薯角，哇熱辣辣，佢先一送到上台咧，我唔小心即刻食咗咧，哇辣口辣到不得了啊！我哋啱啱咧食完去酒店6樓嘅安達士廚匯嘅豪式晚餐，如果總結翻佢環境同菜式咧，係真係好高分嘅。不過我就略嫌佢咧餐台同餐台之間嘅位置咧比較近啦，私隱度比較低。我見到有啲咧4至6人台咧就有啲獨立嘅台出嚟嘅，不過我哋今次咧就冇咁多人，就試唔到嗰啲台啦。另外咧，佢呢度嘅餐牌咧個價錢咧，我就覺得略嫌貴少少啦。不過就喺酒店嚟講咧，都要差唔多噶啦。不過佢呢度酒店嘅住客咧，佢全餐咧就有150折嘅。咁折翻之後咧，我覺得都值得一試啦。總結翻呢間酒店，無論喺位置、酒店服務同埋房間質素，性價比都非常之高。大家有機會都試下。咁啊，啱啱食完個葡式晚餐，跟住就離開咗酒店，咁就行翻落嚟官也街呢邊，諗住行下掃下街。成日經過官也街、地堡街呢個位置咧，淨係見到一間咧食意大利嘅雪糕咧，成日排長龍嘅。咁我而家走去望一望，多唔多人排？如果唔係咧，就試下先。今次試呢間係地堡街分店，次次經過都人潮湧湧嘅。見到今次唔算太多人，咁你入去試下啦。入到嚟呢間意大利雪糕店，都見到好多雪糕揀，仲要係米芝蓮推介，唔怪得知咁多人過嚟打卡啦。結果我哋入咗嚟檸檬車路呢間鋪頭食呢個雪糕，我哋嗌咗咧 Tiramisu 同埋芒果，試下味先。哇！呢個 Tiramisu 真係食個 cake 咁樣味，試下先。佢食緊甜品，另外嗌個食個試埋個芒果先。哇！芒果就有少少甜，有少少似乳酪嘅感覺，唔似雪糕嘅。哇！好解暑，出邊30幾度，入嚟食個檸檬車路就真係爽。唔算甜，不過一個人我就食唔晒，唔錯唔錯。呢杯雪糕亦都作為今次旅程嘅終結，希望大家鍾意今集內容，下集見。